今集咧就講下，如果你去做一個貸款嘅申請嘅時候，乜嘢係最好嘅時機咧？因為咧有啲客戶咧佢有淡旺季，例如做一啲冷氣機。冷氣機咧喺冬天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唔會有好多生意噶嘛。喺夏天嘅時候咧，佢先會好多生意。所以咧，佢係喺呢一個年尾嘅時候咧，生意就唔會咁旺啦，因為凍。但係咧喺夏天，即係話年中嘅時候咧，就好鬼旺。咁會有啲咩情況會發生咧？就係喺呢個8、9、10月份就好多生意，但係佢就係咁揼錢出嚟嘅嗰間公司。好啦，11月、1月、2月、3月咧，佢其實咧就唔會好多數要找喎，因為佢冇乜生意。但係咧佢有好多錢翻喎，因為佢賣完嗰啲嘅冷氣機啦，係咪？咁嗰陣時申請呢個貸款咧就最 fit 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人哋見到你個現金流好勁，諗住有幾百萬喺入邊咁樣，又調翻轉啦。如果你係咁使錢，個戶口都冇乜現金喺度俾人睇嘅時候，佢夠唔夠膽去做呢個申請，或者銀行夠唔夠膽放呢個貸款俾你呢？咁啊，梗係唔夠膽啦！大佬，你戶口又冇，即係戶口個結餘又冇，然之後你要人哋點信你呢？係咪？咁所以咧，申請嘅時機就係當你嘅預結單或者你嘅財表出咗新鮮滾熱辣，好靚仔，或者係你嘅預結單現金流好強嗰陣時，麻煩你請你未雨綢繆去申請貸款。拜拜。